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庆阳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黑爬舞图。运动陪大家有好的身材，故所俺哋来学一段舞图，陪大家好好来运动。今日的课程呢，是要动作是脚庆阳往旁边打开，俺哋要转前呢，唔过咧，俺哋脚要踏4摆，1、2、3、4。再摆哦，看清楚来哦，脚往前，1、2、3、4，天天来做一只前呢，往另一边上，往脚，2、3、4，再摆哦，人家就一片上的脚先来跳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片上，2、3、4，大家有好背嘛？接下来，人家就加上数，人家的数非常的简单，数往旁边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边上，2、3、4，数只会像小鸟一样往下夹。再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。往一边上，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一个动作是大拇指比出来，人家就要指自己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摆哦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接下来人家就要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要先来练习用的抖肩膀，准备哦，人家就要先手叉腰，肩膀往前推，1，往一边上，2，再来3、4，从侧面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人家的手叉腰的时候，肩膀比较不容易随便乱动，故所人家的可以先手叉腰来练习，要在抖肩膀，1、2、3、4，加快速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上人家就前头的数，1、2、3、4，人家就抖肩膀的时候，脚要往前踏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总共有4拍要抖肩膀，故所在4拍里面抖越多的肩膀，会越好看。再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？转前呢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片，5、6、7、8，指自己，1、2、3、4，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在转前的时候呢，速度会较急到的。故所人家就脚跟要提起来转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边上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摆哦，加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指自己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今后一个动作是往一只前呢，脚打开。5、6、7、8，
再一遍哦，也就动作非常的简单。抖完肩膀之后，5、6、7、8，还有吸泡，1、2、3、4。安尼大家有好位嘛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还有一张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咯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大家就做到动好哦，保持呼吸，然后就再来一摆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然后就要注意一只地方，轻后吸泡3、2、3、4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系列往上跳，3、2、3、4，脚打开 ，OK， 再一摆哦，很清楚哦，从第一只动作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非常好，加快速度咯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同样按脚哦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非常好，大家调整一下呼吸，然后就要接音乐来跳一摆，准备咯。准备，5、6，开始。自己肩膀，再一摆哦，准备，预备。5、6，开始。抖肩膀，非常好哦，再来一摆哦，要记得哦，转圈的要卡脚头的，准备，开始。自己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动好。我注意一个地方是，然后就抖肩膀的时候，脚要踏稳来，才唔会跌倒。然后就脚唔是踏到一条线，稍微打开一点点。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哦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这个脚稍微打开一点点，5、6、7、8，按呢，你在抖肩膀的时候，才唔会跌倒。再一摆哦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脚稍微打开一点点，5、6、7、8，轻后一下动作，轻轻的往上跳，1、2、3、4。安尼大家有好位嘛？接下來，我哋繼續來聽聽音樂來練習咯，準備咯。預備，5、6，開始。抖肩膀，跳起來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調整呼吸，然後就再來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
上好，大家要做到动好哦。今晡日，俺就先休息一下。